喂。来诗会 ，OK。好，那我们就先简单的试一下音，这样子。112，对，第一首。哎，给你。在我被我拿走。可以了吗？可以吗？会长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你就开始哦。钢琴。
我觉得 keyboard 可以再大声一点，或者外场 keyboard 可能再送多一点。我们 vocal 加入哦，我们从副歌。亚索亚索，亲爱的，你无尽美。亚索亚索，亲爱亚索，让我星星那给你。亚索亚索，亲家口口，苏西一点无尽美。亚索亚索，亲。好，可以了。好，然后我会全部走一遍，包括我准备的词，这样。那顺翔就只要记我最后一句，我就会说，咱用彼落的心来学落咱的上帝，就可以开始下了。好，好。那我就讲最后一句就好了。这是我邀请大家，若是方便的话，就咱来起立。那若是脚无方便，也是身体无爽快，就这个袂要紧。咱上重要的是用一个喜乐的心，咱来学乐咱的上帝。邀请大家，咱会当对着音乐，做伙来拍手。辛苦耶稣，辛苦耶稣，真正甜蜜。辛苦伊的话真实，只有安稳的因为在伊是迄阵灵光。做伙来唱，辛苦耶稣真正甜蜜，辛苦伊。
稣，亲爱耶稣，赞我心心那坚定。耶稣，耶稣，耶稣，真正可靠，苏醒永无尽命。耶稣，耶稣，亲爱耶稣，赞我心心那坚定。感谢上帝，伊是咱的倚靠，是咱的助伴，嘛是咱的力量甲帮赞，伊配得咱的轻松。哈利路亚！主啊，咱来到你的面前，爱真实来学乐你。咱爱对你讲，我要做你的器具，真心真意来服侍你。邀请咱大家用一个祈祷的心，咱做伙来唱。帮我改冒下。主，我要学乐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观念，归正。你生命，
好，可以。姊妹大家平安。今年是新年的头一个礼拜啊吼，所以请你甲你的厝边隔壁讲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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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非常欢喜，伫头一个礼拜吼，礼拜早起，咱会使做伙来敬拜主。无论是有伫服侍，或者是伫台下骹坐，咱拢爱用一个敬虔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头前，做伙来敬拜。好，所以即马现主是请咱做伙压头，咱做伙来祈祷。至圣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是2025年头一个主日。阮早早出进来到你的面头前，阮望听到主你对阮每一个人所要传讲的话，
透过讲台顶所传讲的信息，会当成做阮生命的活水，互阮每一个人会当伫咧你的疼当中，阮来思想新的一年，阮要安怎去经历上帝你甲阮伫地的同在，伫咧即个当中看见上帝你甲阮伫地的确据。愿主会当固守今仔日的礼拜，伫咧阮每一个服侍的位，或者是阮单纯来到你的面头前敬拜你，拢愿主会当将你的圣神放在阮每一个人的心肝内底，互阮会当充满喜乐，互阮会当甲阮的心、甲阮的耳仔、甲阮的目睭拢总拍开。愿主会当甲阮伫地，阮将今仔日的礼拜自头到尾，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阿免。各位爷仔，大家平安。平安。好，这是我头一摆来我带敬拜用我的小抄，因为台语实在是足袂练转的。好，咱行真欢喜吼，伫即个早时3甲主日来到上帝殿，做伙来敬拜伊。拄则小海长老讲，伫今年头一个礼拜我邀请大家会当回想过去一年应该是有发生足侪代志。可能有好，嘛有歹，有试炼，有拄着困难，有欢喜的时，嘛我相信，嘛有上帝祝福伫咱的身上。总是咱的上帝，伊一直陪伴伫咱的身躯边，咱就要学习，甲一切交互上帝，相信伊会带领咱头前的道路，嘛要相信讲，信靠耶稣，信靠主，是一件足甜蜜的代志。这是我邀请大家，若是方便的话会当起立。脚若是无方便，也是身体无爽快，袂要紧，坐个就好。上重要的是用一个喜乐的心，咱来学乐咱的上帝。请大家当起立。我们会当对着音乐来拍手。信靠耶稣真正甜蜜，信靠耶稣真正甜蜜，信靠伊的话真实，只有安稳伫伊应允，在伊是一尊灵魂。咱就做伙搁来唱一摆。在
上帝，伊是咱的倚靠，咱的脚伴，也是咱的力量甲帮助。伊配得咱的称颂，哈利路亚！主啊，咱来到你的面前，爱真实来学乐你，咱来对你讲，主啊，我要做你的器具，真心真意来服侍你。我今晚邀请大家用一个祈祷的心，咱做伙来唱。主，我要学乐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归荣光你生命。
做伙来祈祷。主啊，求你即马就到咱的中间，陪伴伫咱的身躯边，互咱感受到你的同在，互你的话进入伫咱的心中，互咱知影讲你是真实的，你的话是真实的，你的疼嘛是真实的。咱的一生拢爱跟对你的脚步，还是你的模样，真做你是你的囝儿。咱奉献咱的全部伫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接纳。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下载请坐。一水会上耶和华的山，一水会徛伫伊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怨虚假、手抓无囥奸贵的人。即号人要伫耶和华，要得到耶和华赐福，搁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伊。即是咱三甲来吟诗，神圣诗第15首，神圣诗第15首，万有光明极美丽。万有光明极美丽，华美无论大小。上帝创造这万类，充满奇妙智慧。春天烧热的太阳，秋天所吹凉风，园内成熟的果子，逐项是主造伊。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伫咱的周报第6页，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就天搭第2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咱做伙来启用，伫新圣诗后面启用文第44篇，就是以赛亚第40章。启用文第44篇，以赛亚第40章。咱做伙来启用。恁的上帝讲。就温柔的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责已经行清楚。有啥话讲？就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逐个山谷拢要吞落天。冤冤的要解福德，上主的荣光一定显现。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啥讲？你着宣布。着讲人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人拢亲像树，草会干，花会谢。报好消息予世间的人啊，着上关山。着大声喊，毋免惊。看，至高的上帝要带大权能来临。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伊要带遐个予羊仔属你的羊母稳稳啊行。咱同心来祈祷。至关荣耀的上帝，阮荣光拢归伫你。永远的阿爸爸，愿你的名受到万百姓来尊重。伫即个新年头，阮愿意伫遮来立志，阮愿意用疼心甲怜悯来款待人，将喜乐甲平安带予四周围亲人朋友。阮愿意用谦卑甲温柔来面对每一件发生伫阮身上的代志，无自觉、骄傲，看别人拢比家己较高，随时做别人的天使。阮愿意伫生活中扮演好逐项角色，将阮的本分来做好，拍拼将你所属的恩赐甲才能发挥出来，伫万项事中来荣耀你的名，求上主帮助阮。最近台湾的政治局势真正无稳定，因为法律的修改，因为政治人物受起诉等等的代志，互政党甲政党的关系，甲因的支持者产生真严重的对立甲冲突。谈论甲判断是非的恩语，满满是公平正义的标准，随人来认定。社会混乱，失去平安自在。但是，阮相信。上歹的时代，嘛是上好的时代。上主，你的手无离开阮，阮愿意持守对上主你的信心，愿意
定来军队里。阮记得，毋通互歹的赢过好，是好的来赢过歹。逐个正督的领导者无有私心，真心真意来面对问题，伫无共款的意见中，有智慧来找出对国家、对人民百姓上好的做法，互台湾稳定向前行。主啊，阮迫切祈求你的公平正义，亲像江河大水直直流，实现伫即个阮所爱的土地上。新的一冬，教会有济事工要来推展，阮极希望互住伫教会附近的厝边朋友有份来听到福音。求主赐气力，互众兄弟姊妹欢喜来为主做工，也求主赐能力稳定，互所有的长职同工会当尽心尽力来完成逐项工课。阮所计划，阮所手所做的，愿主来坚固，也得到主你的保守。伫阮的中间，若有身体欠安、有病痛的，求主来医治；心内有烦恼的，也求主亲自来安慰。阮将这个拢摆咧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士师记第1章第1节到第7节。士师记第1章第1节到第7节。约书亚死了后，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讲：一锤着做头上去，甲阮攻击迦南人，甲因交战。耶和华讲：犹大着就去，看啊，我已经将遐个地交伫伊的手。犹大对伊的兄西面讲：请你甲我上去，甲我揽着的地，甲迦南人交战。我也要甲你去到你所揽着的地。西面就甲伊去。犹大就去，耶和华就将迦南人甲比利西人交伫因的手，因伫比色拍死因10000人。搁伫比色拄着亚多尼比色，甲伊交战，杀赢迦南人甲比利西人。亚多尼比色逃走，因对立伊，掠着伊，踹断伊的手、伊的骹的大补母。亚多尼比色讲：前有70个王，手甲骹的大补母踹起来，拢踹起来，伫我的桌骹捡食物。当上帝照我所行的报应我，伊带伊到耶路撒冷，伊就死伫遐。以上献诗，咱要请献歌弟来献诗，伊要吟的诗歌是救主愿你做我牧者。
讲到这是要请郭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混乱的时期。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恩典满满的上帝，阮感谢你。过去日子，你保守看顾，互阮行伫你为阮备办的道路。伫今年头一个主日，阮自职来到你的面前。我恳求上帝的恩典疼痛悠远到阮众人之底，互阮伫一年的开始，阮就跟对着你的脚步，互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站，引带阮行头前的路站。这时刻，恳求信心临到，帮助阮来明白上帝你的话语，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愿主你的话亲身伫阮的内面，互阮有气力来向前跑走。愿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来引带，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搁一届甲你隔壁讲，新年快乐！今年是一个新的开始。还记得去年牧师讲道的迄个用的是《使徒行传》，今年咱要转来旧约，咱要用《士师记》来成做牧师今年度规年的讲道上主要的主角。伫整个《士师记》中间，其实记载着12位士师，所以咱要透过今年整个年度，咱来了解每一位士师，咱要来了解因的故事。毋那是了解因的故事尔，咱嘛是要来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心意。看起来旧约敢若真远，总是要甲咱提醒，要甲咱互咱明白其中的意义。咱若对圣经整个历史的这个观点来看的时阵，旧约的事件的安排，对摩西五经了后，对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了后，以色列百姓伫上帝所带因入去即块老冷甲密的所在。咱若对详细咧看，伫约书亚记的时阵，伊毋是一入去就开始享受啊，伊毋是一入去。遐真水的葡萄就会当采收啊！遐橄榄树所结的橄榄，拢会当来用。毋是，因需要经过一段时期的征战，每一届的征战，其实拢有伫上帝保护甲带领，互因会当上尾会当伫迦南地伫遐定居生活。也毋过，敢有遮简单嘞？4周围原本就住伫遐的民族，其实拢目睭金金咧甲因看。所以当约书亚伊临终的迄个时刻，约书亚将以色列百姓召集起来，甲因定心立约，伊要求以色列百姓爱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因后摆要侍奉什么人？当约书亚提出这个问题甲要求了后，约书亚无单因先讲，约书亚家己先讲，伊清楚要表达家己信仰以及这个坚定的信仰。所以讲，我甲我的厝，阮决心要侍奉耶和华。故事甲实个所在，当士师记一开始，嘛咧描写着约书亚。所以迄个时阵，约书亚死了后，无人会当继续领以色列百姓，会当领导这群人。但是以色列百姓犹原爱面对住伫迦南地食的子民。咱看到伫士师记一开始。因犹原遵守着甲约书亚的约定，
就是因侍奉耶和华上帝，因逐项代志拢求问耶和华。虽然这段时间无人直接来引带因、来带领因，总是征战的这个过程中间，圣经的记载因拢得到胜利，但是嘛进入到一段真混乱的时期。上帝兴起士师，互每一位士师咧带因的过程了后，拢互因有一段真平安太平的日子。这个领导者就是士师，所以士师对以色列的历史来看，伊是一个民族的英雄。记载着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了后，一直到建立王国为止。这段混乱的时期的历史，就记载伫士师记中间。上主要有12位士师。士师记，伊所咧描写咧讲的是士师因过去所做这一切代志，因为因大多数拢是伫军事顶面的领袖，因毋是司法的治理，也毋是行政的管理，所以当以色列人互人侵犯的时，互人侮辱的时，受到暴行的时，士师就是引带因的这个拯救者。所以咱看到伫士师记内面，伫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了后，咱看到的是因受到当地遐的风俗的影响，因开始拜偶像，因离开上帝，因对上帝无忠心，因去拜迄个假的神偶像。伫士师记内面，咱看到，当以色列百姓做这个代志的时阵，因就面对着上帝的处罚，因会面对着灾祸。了后，以色列百姓发觉安尼毋对，因认知家己迄个时刻的处境了后，因灰心来归向上帝。上帝是一位慈爱的上帝，所以上帝当因悔改的时阵，因就上帝就随时疗赦因，拯救因脱离迄个苦难的处境。士师记敢若是伫即个循环的中间，记载着以色列人犯罪，以色列人受苦，以色列人互人奴役，然后悔改呼求，上帝就拯救。但是因搁一届搁犯罪，搁一届搁受苦，这个循环伫士师记内面不断咧进行。伫士师记记载这个循环的时阵，拢会用一句话讲：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会歹的代志，耶和华就将因交予摩米人。各位兄弟姊妹，当以色列百姓安尼咧行的时阵，其实上帝一直甲因做伙。上帝是一位慈爱的上帝。12位士师，头一位是厄陀聶，伊对第3章第7节开始记载，所以圣经学者咧研究，讲对第1章第1节一直到第3章第6节，会当作是士师记一个引言。这中间分做2个段落，头一个段落，其实2个段落拢对约书亚开始讲。头一个段落是用以色列百姓的角度来看士师记，第2个段落是用上帝的角度来看士师记。也就是讲，一个是咧讲军事顶面的失败，一个是咧讲宗教顶面的失败。但是无论怎样，伫士师记内面，咱袂当将军事甲宗教拆开来看，咱来合做一个。所以，咱对士师记一开始伫记载约书亚死了后，其实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连续赛征战了后，因
并无将住伫迦南地遮的人赶出去。所以士师记第1章伊有记载着讲，以色列人无将迦南人赶出去。咱换一个用历史的角度来看，伫历史的研究的中间，其实士师记的记载当时的情形比约书亚记搁较清楚。因为士师记是真清楚咧讲以色列百姓住伫迦南地，其实真复杂，迄个环境真复杂，迄个甲因做伙的即个人甲人中间，民族甲民族中间真复杂。但是咱若详细看约书亚记，以色列支派因无真正赶出住伫迦南地遮的人。士师记的描写是真实咧呈现当时的状况，所以当咱看士师记第1章，伊记载着犹大支派因去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阵，看起来敢若是一个胜利，看起来已经大赢，但是这个是一个开始，因对上帝无顺服。当因掠到迄个王了后，因应当将伊杀死。但是咱看到拄则咱所读的经文中间，伊敢将即个王断骹断手尔，戏人即个王。犹大无会当将迦南人赶出去，是因为因有即个铁的车。表面上看起来，讲对方有即个战车，敢若因足强的，因用即个理由，但是真正的理由是因对上帝失去信心，对上帝失去顺服。所以当约书亚记第17章第18节讲约书亚对以法莲、拿马斯的支派讲过，迦南人虽然有铁车是真强，但是你也会当将因赶出去。约书亚进入到迦南地，因面对的是同款的，总是约书亚伊有信心，伊相信有耶和华的同在，伊会当杀赢迄个比伊搁较强大的敌人。以色列支派，咱伫士师记第1章内面，咱会当看到。因无完全顺服伫耶和华的旨意，其实耶和华上帝早就教导因啊。咱若查考头前摩西五经内面的申命记的时阵，有侪侪所在，上帝教导因当因进入到迦南地的时阵，因爱将住伫迄个所在人将因灭绝，因为因是邪恶的。因为因是拜偶像的，所以当咱看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中间，当因定候400多年了后，迦南地遮的人，因讲因真歹到有剩。耶和华上帝爱以色列人，将因灭绝。一方面是耶和华对迦南人的审判，一方面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保护。上帝应允甲以色列人同在，但是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了后，因渐渐无相信上帝应允甲同在，因开始将因的目睭看伫敌人的迄种真强大的军事的顶面。另外一方面，因开始咧小贪遐的利益，因无要消灭迦南人，颠倒将当地遮的人掠起来，成做因的奴隶。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这是上帝所应允的老人甲蜜的所在呢。各位兄弟姊妹，无的确，咱心中有一个疑问，讲那呢？倒位是上帝应允的所在？对咱每一个人来讲，
倒位才是上帝互咱应允的所在呢？迦南地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老冷甲密，是一个物产丰盛的所在。迄个葡萄按2、3个人才有法度卷起来，逐4季拢有真好丰盛的食物。那安尼对咱来讲，咱的应允的所在到底伫倒位呢？我想，咱所徛起的台湾，就是咱所生长、咱大汉的土地，就是上帝互咱的应允的所在。咱由原对历史的角度来看，对世界宣教的历史来看，其实迄个时期的宣教的行动，定定甲军事的行动是合做伙。也就是讲，伫欧洲的迄个强权的时代，因开始咧扩张因的海权的即个时期，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因通过航海行船，去发现侪侪新的所在。当因看到即个岛屿、即个陆地了后，因就就去顶面，然后宣告：即个是阮所占领，即个是阮的土地。因就开始伫迄个所在有商业贸易的行动。伫迄个时期，宣教师就对着遮的商业贸易，将福音带入去因所占领的所在。咱对台湾来看，宣教师到底是什么时阵来到咱台湾的呢？那根据文献的资料，会当查考证明的时间，应该是伫1582年7月份。有2位西班牙的神父，甲葡萄牙即耶稣会的会士，因坐船经过台湾，受到风灾，船伫台湾即个所在就停落来。因为受到风灾，船无法度行，所以伫迄个时期停留了75天，留落3篇的文字的记录。伫迄个时期，宣教师来到台湾，但是因无对台湾有任何的宣教的行动。那呢，到底福音是什么时阵伫台湾开始的呢？咱照着历史的记录，应该是伫1624年荷兰占领台湾的南部开始，因为因要照顾遮荷兰的军人的信仰，以及要对台湾人来宣教，所以要让台湾人来相信耶稣，因就派宣教师来到台湾。这个是荷兰的一位宣教师，伊对1627年5月4号，第一位宣教师来到台湾。这位宣教师是属于荷兰新教的这个加里文教派改革中的教会，伊来到台湾。其实毋是来到台湾宣教尔，因荷兰嘛想要通过这种的方式来强化对台湾的统治，所以荷兰人来到台湾，这个宣教师所做的是建立教堂、开设学校。教导原住民宗教的仪式，罗马因的这个教导以及基督教的教义，咧证明而且将圣经翻译做原住民的语文来出版。原住民嘛运用着宣教师所教导的这个文字来做因的记录。这是伫南部。北部敢无咧？咱若读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咱讲是南部开始，北部无。其实毋是，伫当时有西班牙游园伫即个所在。西班牙又甲荷兰共款，为着要统治，所以因到台湾的北部，
因所派的是道明会为主的天主教的宣教师，伊掠家人甲淡水这个所在，成做因的据点，为着是要教导遮的原住民。所以，当荷兰人将西班牙人赶走了后，因嘛想要伫北部建立，不过伫北部已经受到西班牙天主教影响真深，而且无偌久，郑成功就将遮的人赶离开台湾。我想对资料的查考，这是台湾上早期的宣教的记录。虽然有一段时间，宣教的行动伫台湾停止啊，但是迄个福音的信息已经伫遮原住民的族群的中间有一粒种子种落去啊。伫当时也是即马也好，传统甲福音、世俗甲圣洁，其实拢有真侪的交叉，有真侪的冲突。那呢？咱即马要问的是，咱人抑阁有法度真实地面对咱眼前的挑战吗？拄则书会咧带咱做公道的时阵，有讲到咱即马的环境敢若真混乱，无论是政治，无论是国势、局势，敢若真混乱。那咧，咱要安怎真实地面对咱眼前的挑战呢？伫士师记中间，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无将住伫迄个所在迦南人赶出去，将因留落来，强迫伊诚做奴隶，上尾就诚做以色列人的罗网。其实上帝借着摩西甲约书亚，侪届咧警告以色列百姓，但是因犹原无要听，因为以色列人选择。而且坚持家己的利益，贪赢要占礼品，就是要将这战败人留落来，成做奴隶。因无愿意将家己交托给上帝。这款的坚持，咱会当看作是无顺服上帝的官兵。所以上尾咱会当看到，以色列人合适迦南人遮的混乱，对迦南人去拜偶像。得罪上帝，上尾国家灭亡啊！以色列人毋是一开始就去拜偶像，伊毋是一开始就无要去认耶和华上帝，伊嘛毋是讲我一开始我就无爱遵守耶和华上帝规定命令。其实因无愿意相信的是耶和华上帝同在甲应允。因敢若看到眼前的利益，看到眼前遮的困境，其实互咱嘛有一个提醒甲警告伫咧。这个提醒甲警告，咱是当安尼想，你是毋是感觉讲我是一个基督徒，安尼就袂歹啊？也是咱无完全遵行上帝伫咱生命中的命令。也是，咱敢会讲为着这个时时刻刻，咱爱警醒咧？敢会讲咱袂为着利益，咱就讲好啦，我甲你来交叉咧？也是，当咧咱面对困境的时阵，咱是相信上帝的应允甲同在，也是讲你看到遐个困难的时阵。你就对上帝失去信心呢？这是互咱的提醒，因为第一章中间所记载，看起来敢若是士师记遮的以色列百姓的失败，总是有一个例外，有一个毋是失败。这个人就是迦勒。摩西派12个去开探迦南地。12个转来了后，其中的10个讲：哇，遐个迦南人，因真大汉，因真勇，
阮看起来敢若是草莓仔尔，因甲阮一粒，咱就死去啊。但是约书亚甲迦勒，因却是讲，咱紧起嚟吧，迄个所在，咱会当得到胜利。伫顶一代以色列人中间，只有迦勒甲约书亚，因进入到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这是因的信心。咱若对于迄个时期来看，迦勒开探迦南地的时阵，大约是40岁。伫士师记第1章内面的记载，已经85岁啊。但是这个时期的迦勒，伊会当赶出迦勒族的3个族长，迄是因为伊相信上帝应允甲同在。伫全世界也好，伫每一个国家，咱看起来拢有处伫这个混乱的时期，战争、饥荒、独裁。就是讲政治经济问题顶起来，为着生存，互百姓无法度去关顾其他的代志。咱看到的是，迄真正原因，拢是因为人的利益的关系。人牺牲别人无要紧，我得到利益就好。为着利益，伊可能嘛袂去看上帝怎样来看因。咱对士师记中间，咱看到以色列人拜偶像，以及无顺服上帝。其实要甲咱提醒的是，上帝甲所有的人所立的约，咱爱真忠心来守约。也就是咱伫咱个人的利益的中间，咱有时足坚持，但是咱爱来到上帝面前。屈服伫上帝官兵的内面，伫咱生活的台湾，咱即摆所面对的，咱的国家、咱的社会，犹原有一个混乱。有时咱讲啊，迄甲我无关系，敢真正无关系吗？我咧想，咱对台湾。这个上帝所应允赏赐予咱的土地，咱爱有这个责任，就是咱要安怎互信仰会当伫生活中间来实践，怎样互咱的生活有信仰来支持，互咱伫面对挑战的时阵，咱的信仰袂去动摇。最近常常咧读台湾宣教的历史的中间。犹原阁看到东部的宣教，有关达鲁古太鲁阁族的宣教，是100多年前，上帝借着一位太鲁阁族的妇女希望，展开了对华人原住民的宣教。希望其实伊是一位经历过侪婚姻的变故甲苦难的这个过程的人。但是，伫伊真绝望、真孤单的这中间，就是伫人的尽头，是上帝起头的时刻。伊拄到了上帝的罗卜李水车这个传道的夫妇，受到因的照顾，听伊的故事，然后带伊来认捌上帝。所以，希望伊上尾伫花莲港教会甲上帝相拄，伊毋捌字，伫迄个所在，伊开始捌字，来认捌基督教信仰，上尾成做基督徒。伊讲的是太鲁阁的母语，伊嘛学习来听罗马拼音的台语甲日文的圣经。所以，当伊受洗了后，上帝予伊一个真大的任务，就是透过伊所会晓的这个语言，当无共款族咧沟通的时阵，咧谈判的时阵，伊做双方翻译的这个工作，达到大家会当真和谐的合意。
所以等于伫迄个时代，就是清朝上尾日本的即个殖民的时代，伊受到即个宣教顶面的压迫，日本人不准伊宣教，总是伊游玩伫地下，这地下就是无公开，来地下咧豆豆啊咧宣教，互伊的太鲁阁族的遮的族人会当来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日本人要甲掠，伊的族人就将伊砍伫迄个草的内面，也是伫土挖一个坑，互伊伫遐咧藏起来。我想伊的宣教是真特别嘛，真辛苦。指望伫1929年，经过花莲港教会的老牧师的建议，认为讲伊应当是会当进入到原住民部落上好的人选，就是宣教伊会当入去。所以呢，就推荐伊去淡水的妇女的学堂去学习圣经的课程。我想经过迄个过程了后，伊将圣经，伊将俄语带入到太鲁阁族的内面。伊虽然真艰苦咧宣教，总是伊也为着基督福音也了政治，一直到伊过身见上帝为止。各位兄弟姊妹，宣教伫每一个世代拢无共，宣教伫每一个世代拢会拄着困境，每一个世代拢有伊所处的即个困难甲挑战，看起来敢若无共款，总是即个中间拢有人的私欲、自我、利益有关，也就是无法度顺服伫上帝的主权的内面。福音的工作有完共款，会拄着无共款情景的挑战。伫咱教会，过去咱嘛做了侪的宣教的行动，比如讲，伫无手机啊、无遮通讯软体的年代，咱教会对正代的学生会帮赞，咱透过甲因招呼，甲因帮助因搬厝，甲因讲年节你无法度转去的时阵，你来到某一个家庭，咱甲接待。我想这是咱过去所做的宣教，但是伫现今，这种的方式可能无法度来运作。这嘛是咱爱去思想，当咱咧宣教这个过程中间，咱所拄着的困境到底是甚么？有可能安尼咧讲的时阵，咱过去遐经验，互咱对即马咧看，咱会感觉讲即马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但是伫混乱的中间，咱爱真实知影，上帝是唯一真实的神。只有咱家己知影，咱是互上帝所创造的，咱才有法度相信上帝。牧师鼓励咱大家，伫今年2025年，当世界，当咱所徛起的土地，在这混乱的迄个时刻，咱真正爱甲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而且爱悔改、洗净咱家己，只有认捌上帝。而且，咱爱向上帝祈祷，咱才有法度伫即个混乱的中间得到自由。祈祷对咱来讲是真重要的。祈祷是伫咱生活中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拢爱做。咱的青少年伫后礼拜，因就要考大学的即个学测。咱过去可能拢有听过讲，啊，我要考试啊啦，我就无爱来教会啊，因为我要读册。总是无论因是甚物款的原因，咱厝内底若有囡仔、孙因要
考大学也好，考高中也好，考研究所也好，牧师鼓励咱众人，甲因讲，恁爱先祈祷，恁爱先敬拜，用短短几分钟也好，互因家己会当完全转来到上帝面前。祈祷对咱的生活是真重要的。咱若无找求上帝，就无凊彩去做任何的代志。咱将所有的代志拢放伫祈祷的中间，上帝就是要来找求上帝引带甲带领。士师记因离开上帝，因甲有一项是因忽略了宣教的责任甲工作。因为信心若是无行为是无路用的。当咱咧拄着困境的时阵，其实这是一个机会，嘛是考验咱对上帝的信仰。咱是毋是对上帝忠心？这是一个考验的方式。所以，当咱咧面对人无要相信，人无要听咱。也是咱因为基督的原因，咱受到压迫的时阵，咱就爱建立伫上帝话语中间，咱会转来读圣经，因为上帝话咱帮助咱来抵抗迄个对敌的攻击的力量。规本圣经是上帝听的启示。约书亚记虽然看到是遮个人的离开。反背、悔改、认罪，上帝搁一届的接纳，这都是上帝的听。我想咱透过咱生命中，无论咱拄着任何的困境、顺境，上帝拢要领带咱行过一切的挑战。互咱每一个人，咱伫2025年，咱来同行天路，咱。要同行天路，上吊的是，咱会当同心来成做真理的见证人。咱做伙来成做真理的见证人。伫未来一年，咱三角携手同心来行这条道路。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伫你的面前，愿感谢你。透过过去，会当互阮学习，所看到的是上帝伫疼世间人。当人离开，当人敢若看到家己，看到利益，看到迄个强权，看到上帝你的话语进入到阮的心内，互阮伫即个混乱的环境的中间。我会当真正注目伫你的身躯顶，互你的话语、你的教导来带阮伫生活中实践，互阮伫阮的生活中有你来做阮的支持、阮的照伴。愿主帮助阮，互阮随时来到你的面前，会当甲你祈祷来甲你讲话，互阮会当将阮的信仰。活出来，互上帝你的名得到荣耀，互众人因为安尼看到阮是你的学生，愿主帮助，互你的福音的信息会当传遍到这个所在，互阮的厝边会当来认捌你。愿恳求上帝你来引带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咱来唱回应的诗，新生诗第603首，上帝做咱安全要塞。上帝做咱安全要塞，坚固营寨甲盾牌，艰难困苦，逼近目前，主要咱大得胜。
暗示君王兴起，可以战甲激励。势力虽然凶猛，迫我到咱面前，救主赠咱大得胜。圣诗603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即时来奉献。
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真侪。这是来报告，伫报告的大声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届，咱做伙来请。西亚顿有欠缺有枵，独独找也好法的人，无欠什么方的好。诗篇34篇10章，西亚顿独独找耶和华的人，无欠什么项的好。诗篇34篇10节。好，咱来看后礼拜周报第3面，咱后礼拜圣诞的分担，敬祝来省略个吼。领唱是赵宇诺，司礼是郭金敦，司琴是杨如玉，献诗是献歌队，司献是张景元甲柯玉佳，交代是张景元甲潘宣豪。音控是曹明祥甲张信群，讲稿整理是柯博书。后礼拜拜3早间祈祷会，咱要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35章，主理是李和传道，司礼是中一成长老。后礼拜第1礼拜，咱要进入士师记第2章，咱看是11节到18节。第一幕是上帝的同在，启应文先时间，咱会当伫厝林前准备，主理是柯博书。咱来看第6面的消息报告。第一项，总务组的通知，咱今仔日礼拜了后，咱要
进行年中的大摒扫吼。请咱做伙来摒扫咱的教会分配的表伫周背的第7面，请咱会当经咱介意的位来摒扫吼。中昼咱有准备简单的午餐伫咱的楼骹，请咱会当做伙来享受。第2，太泽祷告会伊的起头甲原因，咱大家会当来看。我直接要来大家强调，咱伫逐个月拜3第3个礼拜，逐个月第3个礼拜3，咱要举行实体太泽祷告会，咱要伫咱教会2楼的礼拜堂。第1届举行是伫2025年的1月15号，第1届举行是伫2025年1月15号，搁一届因为最重要，所以讲3届吼。第1届举行是伫2025年的1月15号，就是拜3，请咱做伙来参加。第3，财务组的通知，咱等下11点要伫大会室要举行查校，请团契准备。第4，定期好会，咱要伫1月26号召开咱2025年的会员好会，请咱准备。第5，好会资料的通知吼，请团契伫1月7号交好会资料，互咱的干事来整理。第6，小会开会通知，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伫小教室来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投报。第7，中职会开会通知，伫后礼拜中昼12点半嘛是伫B院要召开中职会，请中职来出席。第8，安孝主怀周明吉弟兄，就是咱圣美老师的爸爸，伫1月2号过身，请咱为着遗嘱来关心来祈祷。具体交通甲台岛事项，请咱大家看。咱即马伫咱的周报有刊一个儿童注意力的消息吼，就是下达注意力即礼拜读的经文，佮讲的题目拢写伫遮，请咱倒去会当对咱的细囝来做一寡复习啦吼。好，报告到遮。今仔日毋知有新的朋友来无？已经离开好，无要紧。好，咱即马来举行咱的平安礼。
杨元徛伫来吟祝福的诗，新圣诗第386首。吟诗刷，请科牧师来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碟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默祷。两兄这平安吼，咱接续就要开始咱的大饼扫吼，啊，请咱照咱有分配的范围，啊，若是你无伫这的分配中间呢，请你支援地下室1楼。吼，你若无伫这的团契、这的分配中间呢，请你支援地下室1楼。